上次天儿讲金丝路小学要抽了，赶紧过来拍子。虽然碰母校有样东西是绕不开的，那就是大铁锹。虽然它早不复存在了，童年从学校到奶奶家放学的路上，也是这样的透过老胡同树叶的间隙看太阳，看得眼睛这个的，回到边上的同学家，看，你很像我这样的。这个下面条的电是从长安口的巷子口搬来的。小时候搁那转弯的地方是一个厕所，对面是个上班铺同货运商，没得多铺子。我想是方便推自行车跟拉班车的用的。里边的铁锹巷子里面也有一个厕所。除了广元老师住的房子，以长安口为中心，附近的厕所一共有4个。讲到他这个人，日后能单独讲一段。铁锹边上两个，货运商的粮站有一个，金马门一路车站那个还有一个。值得我们清楚一个，是因为小时候在奶奶家住的时候，跟堂子两个去上厕所之前，总要商量下子去哪个地方。最近选择的日子太多，弟弟这个时候回到房间打开抽屉，按说事先测好的草纸，每个人2张，但我们基本不会选择从货运走到铁锹，因为那条路上面走到广元。大船来了，小时候这种船上面总是堆着高高的沙。在同样的位置，我会跟同学一起甩手的指着到船上去，看哪个甩得准。镜头拉到的每个地方，以前都住着我的同学。我觉得用陪这个字形容8、90年代的同学之间感情很恰当。陪是尬客，陪是上厕所，陪是玩，陪是洗贼。小学的男同学家我几乎都去过的，那是因为每次先陪他们家，我再自己家。有时候是中午在家里吃过饭就赶到他们家，再陪到一起去上学。反正怎么搞就是不愿意在家里等，一脱手就跑到了。讲的就是那个年代我这样的下午。在每一天我在流连，這心漂泊每朝每夜，多麼想找到願意相隨同伴，使這心莫再漂泊。願那一天你來臨時，輕輕給我你的接受，給我知道眼眸裏的人承諾的一切永沒改變。多少期望，多少夢，皆因心裏多孤寂。即使期望。